Hello，我係 Flora。最近收到幾個女性顧客嘅查詢，係關於如果我哋胸部生過一啲嘅良性腫瘤，譬如係水瘤、結節、纖維瘤、硬塊，我哋仲可唔可以繼續買保險呢？醫生話係普通水瘤，點解保險公司唔保我個胸，又或者加價嘅？其實呢啲嘅纖維腺瘤、水瘤、結節又或者腫塊都係好普遍嘅，但喺保險公司嘅角度，除咗最簡單嘅 simple cyst， 其大部分嘅腫瘤喺一般冇切除，又或者淨係得抽針細胞檢查嘅情況下，我哋個胸部都係唔受保㗎。我哋提供1年內嘅醫療報告，證明胸部嘅情況穩定之下，我哋可以繼續投保。假如我冇相關健康報告點算啊？你一般投保嘅時候，假如真係冇報告，保險公司會了解你嘅申報情況，安排一個超聲波檢查俾你，了解咗你嘅胸部狀況，再去決定。佢哋會睇翻個腫瘤係咪真係良性、形狀大小同埋佢哋嘅穩定性，再去決定個胸部係咪繼續受保。假如保險公司見到你嘅囊腫情況穩定，佢哋可以建議加價，譬如加1.5倍或者1.75倍嘅保費，去到保埋你個胸。點解醫生話係良性就係要觀察，但保險公司都唔保個胸嘅？好多嘅良性腫瘤喺醫生嘅角度可以唔使理會，或者淨係需要定期觀察，但喺保險公司嘅角度，身體可能會出現異樣，胸部都係唔會受保。當然，如果胸部呢啲腫瘤已經完全切除，又或者有證明證實胸部呢啲良性腫瘤再冇任何復發嘅跡象，喺胸部唔受保，又或者係加價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可以喺保單周年提供相關嘅報告去上訴。我真係試過幫我幾個 client 上訴成功，保翻個胸。如果胸已經唔受保，我仲需唔需要買醫療危疾保障呢？如果你冇買醫療同埋危疾嘅保險，即使你個胸部唔受保，我哋都應該做足保障。試諗下，我哋女人嘅器官又點止胸部咁簡單啦？其實做足醫療保障係俾到你多一個選擇。喺抽針嘅情況，政府嘅輪候起碼要1年或以上，身體嘅情況好大機會會轉差。好多時候佢哋淨係可以寫字出去俾你喺私家嗰度照，仲要自己俾錢添。咁但係假如你已經有自己嘅自願醫保、自己嘅私人保險，你就可以即刻約見醫生，做足相關嘅檢查。我哋係咪要先去做身體檢查，證明自己身體健康先買保險啊？買保險一定要趁早，要喺我哋身體健健康康嘅時候做好保障。當我哋做咗身體檢查，又或者真係有病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有相關嘅醫療記錄，保險公司就知道你再唔係一個 clean case，佢哋會根據呢啲醫療記錄評核咗你嘅身體狀況，再決定保唔保你。仲要記得啊，如果真係有醫療記錄，一定要老老實實咁樣話俾你個保險顧問聽，因為而家資訊發達，即使佢話唔使報，你都唔好信佢啊。喺理賠嘅情況底下，特別係早期理賠，保險公司會攞翻晒以前所有嘅醫療記錄去作為理賠嘅準則。好多媽媽會喺小朋友一出世就會幫佢哋做足醫療保障，去錫住自己嘅荷包。假如你已經齊備醫療同埋危疾嘅保障，身體有任何嘅唔舒服，一定要盡快去作出檢查，咁樣先會發揮到醫療保險嘅最大功用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相關嘅資訊，歡迎透過以下嘅方法去聯絡我。我係 Flora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